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从这个星期开始，我们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华文化小讲堂正式上线啦！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华文化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。有味道啊！夹不起来。中国人都要用筷子。妈，就只是你爱吃这个。来了，来了，多双筷子，这我要给700个钱呀！明天过年，高兴高兴，对了，我想个多。汤面，百岁。我想大家都猜到今天的主题了，没错，那就是筷子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筷子是中国人用来吃饭的工具，它的标准长度是7寸6分，大约22到24厘米。那么筷子是用什么做的呢？一般是木头做的、竹子做的、塑料做的、金属做的、陶瓷做的，还有动物的骨头做的、象牙做的，等等等等。筷子是怎样出现的呢？实际上，中国人最开始也是使用勺子和叉子的，但是随着做饭方法的变化，吃饭的工具也同样变化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大家都是用手抓着食物吃，后来中国人做饭多是用蒸煮的方法，食物很烫，用手就不行了。但是用勺子和叉子吃粥里面的蔬菜又很不方便，所以就发明了筷子。筷子在最开始并不叫筷子，而是叫夹。从这个字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夹是用木头做的，是夹东西的工具。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，人们管它叫箸。那为什么又叫筷子呢？因为在中国的南方地区，人们总是划船出行和工作，最害怕的就是船住了。这个住是停的意思，人们都希望船能快快地走，所以人们就把住叫筷子了。那你们知道怎么拿筷子吗？我们看这张图。正确的方法是，我们一般是用右手拿筷子，5个手指头分为上、中、下3个部分。上面的筷子用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3根手指头轻轻拿住，大拇指要放在食指的指甲旁边，食指按在筷子上，中指托住筷子，下面的筷子用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夹住固定，无名指的指甲垫在下边。还要注意，筷子前面要对齐，不能一个长一个短。使用筷子的时候，
只需要动上面的那一只筷子就可以了。筷子的后面要从右手的背面伸出1厘米的距离。使用筷子非常困难，第一次用筷子的同学可以先用短一点的筷子，等到熟练使用后再用长一些的筷子。还要注意每天练习，看到什么就夹什么，可以用豆子来练习。中国人在用筷子吃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，尤其要注意的是下面几个使用方法，在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。第一，3长2短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在吃饭之前或者在吃饭的过程中，筷子不可以长短不齐地放在桌子上。中国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，这代表着死亡。第二，仙人指路。这种做法也非常不能被人接受。这种拿筷子的方法是，拿筷子时你的食指伸出，在吃饭时食指伸出，这就像是在指责别人，这对别人非常的不礼貌。同样的，吃饭时也不可以用筷子去指别人，同样也是指责别人的意思。第三，品住留声。这种做法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把你的筷子一直放在嘴里面，还发出声响。在中国人看来，这是一种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，再加上声音，就更加的让人讨厌。所以一般出现这种做法都会被认为是父母没有把你教好，这是不允许的。第四，击盏敲钟。这种做法是在吃饭的时候用筷子一直敲打你的碗和盘子。在中国人看来，这是乞丐要饭时候的动作，是非常不能被人接受的。第五，直柱寻城。这种做法是手里拿着筷子，用筷子来回在桌子上的菜盘里寻找，不知道从哪里下筷子最好。这种行为是缺乏修养的表现，也是极为不礼貌的，是非常让人不喜欢的做法。第六，迷住刨坟。这是指手里拿着筷子，在一盘菜里面不停地来回搅动，来寻找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。这个做法也是属于缺乏教养的做法，非常的令人不喜欢。七，泪柱遗珠。实际上这是用筷子往自己盘子里夹菜的时候，把菜汤滴落到其他菜里或桌子上。这种做法也被看作是非常不礼貌的，同样是不可以做的。八，颠倒乾坤。乾坤的意思就是天和地。中国的筷子一头是方的，代表地；一头是圆的，
代表天。我们总是用圆的一头夹菜，如果用方的那一头，这种做法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。这说明你的父母没有把你教育好。9. 定海神针。在吃饭的时候，用一只筷子去插盘子里的菜，这也是不行的。这被认为是对同桌一起吃饭的人的一种侮辱。在吃饭的时候做出这种动作，和在欧洲当众对人伸出中指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不行的。10. 当众上香。这往往是出于好心，帮别人盛饭时，为了方便省事，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，递给对方。这是非常不尊重人的一种行为，因为在中国传统里，是为死人上香时才这样做。如果把一副筷子插入饭中，就像是给死人上香一样。所以说，把筷子插在碗里是绝不被接受的。11. 交叉十字。这一点人们不总是注意到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子上，这是不对的。人们认为在饭桌上打叉子是对同桌其他人的全部否定，就像学生写错作业，被老师在本子上打叉子的性质一样，不能被他人接受。除此以外，这种做法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，因为自己的筷子打了叉子，这也就是在否定自己，这也是不行的。12. 落地精神。落地精神的意思是指不小心把筷子掉在地上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表现。中国人认为我们的祖先们全部在地下休息，不应当受到打扰。筷子落在地上，就等于打扰了地下的祖先，这是非常不孝顺的，所以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。如果筷子不小心落地，就应当赶紧用落地的筷子，根据自己所做的方向，在地上画出十字，先画东西方向，后画南北方向，意思是我不是东西，不该惊动祖先，然后再捡起筷子。除了使用筷子时的忌讳外，小小的筷子还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在里面。我们前面讲过，筷子长7寸6分，代表人有7情6欲，这是对人的一种提醒和规范。筷子一般是上面是方的，下面是圆的，这代表天圆地方。用圆的一边吃饭，这代表了民以食为天，意思是吃饭是最重要的。拿筷子的方法分3部分，大拇指和食指在上面，代表天；无名指和小拇指在下面，
代表地，中指在中间，代表人，这就组成了天、地、人三才之象。除了这些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世界上除了中国外，还有一些国家使用筷子，尤其是日本和韩国。但是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的筷子不太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。日本的筷子主要是木头做的，长度上很短，而且前面是尖尖的。韩国的筷子是金属做的，样子扁扁的。中国的筷子最长，上面是方的，下面是圆的，制作的材料也有很多。为什么会不一样呢？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每个家庭人也很多，吃饭的时候全家人都围坐在圆桌上，摆上饭菜，各自用筷子夹菜吃。筷子要够长，才能夹到离自己比较远的饭菜。中国南北方的饭菜比较油腻，用木头做的筷子比较容易夹住，不容易让饭菜滑落。日本是岛国，海产品是他们主要的食物，更以寿司、生鱼片等闻名于世。筷子前面尖尖的，可以很容易把鱼刺剔除出来。长度短，是为了方便自己吃饭。韩国既不像日本人自己吃，也不像中国人大家吃，筷子既不长也不短。韩国的饭菜以汤类为主，与蔬菜、海产品和米饭等一起吃。由于被汤水沾湿的筷子，在韩国人看来是不卫生的。铁做的筷子不容易被沾湿。扁扁的筷子既可以很容易夹起豆子，也可以很容易在小盘子上撕开泡菜，非常方便。总的来说，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的筷子不一样，是和各自的饮食习惯相关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中华文化小讲堂就到这里了。关于筷子，大家学习到了哪些知识呢？大家还想知道哪些中国文化呢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留言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